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也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仔要介绍的是教育局要讲的主题是低碳校园。这我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复兴关田国中林瑞展老师，那我们由王正汉老师代表。108度低碳示范校园标奖认证，含着公民责任行动方案的颁奖典礼，4月24号伫安平国小的丰武球场来举行。由着黄伟德市长亲自颁奖表扬通过示范校园标奖认证67间学校78项的标奖，含着公民责任行动方案得奖的老师，含着学生。环境教育都要从小培养起，因此呢，我们非常感谢从这么多的小学、中学、国中一起。让这样子环保的概念、节能的概念、绿能的概念、低碳的概念，能够深植我们同学的心中。这个部分也有赖于我们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就是各个学校大家能齐心来参与，这样才我觉得向下扎根是最有用的。黄伟德讲，台南是一个低碳力量的城市，只有按教育来做起，才是治本之道。已经感谢这些学校含着老师。任何用开罚的、用罚单的、用检举的这些东西治标，但是从教育才是治本。我们谢谢各个学校的参与，也能够让台南这个绿能城市、低碳城市的这个地位更加稳固。108年示范校园标奖认证的67间学校当中，玉山、西门、北寮国小，含着北区的文联国中，也得到低碳示范校园学校的荣誉。等他运动一下，再来。哦，对，这样，然后他还可以发现双手25.9，当下他产生的功率，对。这个颁奖典礼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是刷到外口的球场来举行，伫现场也设有发电的脚踏车，让大家来体验。永续环境绿校园，棒棒棒！幸福低碳大台南，赞赞赞！咱知影吼，这个地球呢，因为温室效应的问题吼，愈来愈严重，所以呢，即马地球已经咧向咱人类来抗议吼。即马目前呢，咱全球暖化的这个议题呢，已经变成吼咱全民全世界大概共同的语言。那么呢，这个全球暖化吼，咱要安怎来解决？当然就是靠咱大家啦吼。那么政府一直拢咧宣导咱将这个全球暖化吼，咱环保节能减碳的这个议题呢，该放伫校园内底吼，希望讲针对着这个校园内底教育，互咱的囡仔吼来去影响着家庭，然后呢，较影响着全民吼，甲这个全球暖化、咱环保的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个议题呢向下扎根。那么咱市政府最近几冬呢嘛加认真啦吼，为着要来推动这个节能减碳，而且呢要来加强咱节能减碳的这个教育，每一冬拢有来举办一个咱的这个低碳校园的认证的颁奖典礼。今年咱伫4月份嘛有来举办吼，那么这内底有足侪学校吼，那么拢来得到这个认证啦吼。那么今仔日呢，咱要针对这个议题，甲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做伙来讨论，慢慢要来做伙关心。来邀请就是咱台南市政府咱教育局局长郑兴辉郑局长，局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另外一位是咱伫这低碳这个校园内底表现非常杰出咱的这泰康国小校长魏志恩校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那么讲到这个节能减碳低碳学校咱最近几当当然做认真咧拍拼希望讲伫咱的校园内底会当落实然后去到家庭影响到咱的全民但是咱若咧讲这低碳。其实咱颠倒高雄区的应用会较严重嘛那个工业区都有那个大烟囱那烟囱出来的碳排放是更加严重。学校好像比较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学校是安怎咱爱去努力这方面我们是
努力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刚刚主持人主持人都有谈到，其实大家在讲低碳，什么叫做低碳的这个校园，甚至我说低碳的生活。刚刚有谈到说，那地球这个暖化，那地球为什么暖化？因为排了太多的二氧化碳，然后就到这个就破坏了那个对，那个臭氧层，对，它使得这紫外线啊，甚至这个有害的，可能对人有害的那些光线或物质，就会慢慢增加。对，所以咱一般的人在讲，大家叫低碳就是减少碳的这个排放。那碳的排放就是因为有能源的消耗，它就会产生一些废气的。对，如果我们简单来讲，就大家知道就二氧化碳。那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样。对，其实我们每一天这个吃进去的热能排出去的废弃物，它都是我们也是广义叫做碳的排放。对，那这样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台南市就把我们台南市希望能够建构出叫做低碳的城市，所以要低碳城市。所以低碳城市呢，在校园里面其实是蛮重要，因为教育要从小扎根。我刚刚主持人拿来讲我们教育的是我们的小孩子，对。可是那小孩子他回家，其实更重要的是父母，对，影响。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孩子知道如果父母也能够一起知道，甚至所有的市民都知道，一起来力行，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那台南市过去。像刚刚我们太阳国小校长，他们就是一个推动的一个中心学校，他们非常的用心所以台南市一度建立我们要鼓励各个学校就成为一个低碳示范的学校所以我们就规划了那个认证的标章等一下一起那个魏校长会讲得更清楚所以我们低碳来讲。那我们会从几个面向，也会呼应我们的认证指标，比如说要节能，那节能里面呢就会有节电，所以电的那个耗损怎么样去节约用电，对，我们就会有设定一些指标，所以第一个方向就是节电的部分，有些标准，对，然后第二个部分叫节水，那水的使用，所以你体温好你会发现那个如果你手脏了话，打开水龙头，如果你手很脏的话，你会洗起来觉得很生气，说为什么水这么小？因为每次我们小孩子要用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开得很大，其实它一下子冲了，其实就干净。对，当然如果是很脏，就需要水量大一点，但是我们不会以个别的需求而去做规划，而是以大多数的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这个小细节上都会有一些控制。那在厕所里面的冲马桶，我们一冲不会是一大堆水，因为它可能是有大号小号的需求。那像这一些都是在校园里面的话，我们学校他们就有一些规划的一个生活教育。对。那像一些能源的再利用，所以台南市有一个叫做5941我就是要你，我们设在六甲国中，大家要注意我们六甲国中就是资源回收再利用的一个中心学校他们有些课桌椅不要了去了，那么再把它修一修，修一修又可以用了。对，那个也是一种环保。对如果你不会把它再利用，你就会把它丢掉废气废气基本上就不是节能，而且有可能就是会破坏，甚至增加碳的排放，这个都是有可能。那我们这个利用循环再利用，我们单单节省下来，我们同仁的统计大概减少的排碳量大概有118000多公斤。这个代表意思什么？118000多公斤我请同仁说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来说我们单单开车那开车的话呢，5公里就会排出大概将近1公斤的碳。所以1公斤就是5公里。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话，你看118000多节省多少？就是50多万公里50多万公里那是台湾一年大概1000公里，所以大概可以跑台湾500圈呐。对，所以你像它这样的一个节省来讲，就可以节省这么多如果全民都一起来，那更是可观。所以节电节水，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关饮食的部分，食育教育。食育教育你不要小看，我说我们每一个礼拜有1天的食蔬日，为什么要假手？我们可以吃荤对。可是他们就会讲说，你吃荤食，你一定会吃到牛鸡猪这一些都是肉类食物。养成的过程。他们从一个生态的过程来讲，他们基本上养殖这一些
需要就是要排碳。对，你看牛它也会排脂，要吃也叫耗胃，所以这个基本上如果我们少吃一点肉，多吃一点蔬食，那事实上也在减碳，对，也在减碳。所以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能源的教育。整个来讲，我们学校其实做的蛮多的，就希望能够从小扎根。那我们有些生活化的教学，孩子就会知道，那从生活做起。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他回去再影响父母亲，那这样的影响效果就会很大。就是讲哈，咱的这个排碳不是只有那一支烟囱啦，哈，不是咱的机车、汽车来对排出来那些，其实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咱每一个人拢有排碳的那个量啦，哈，只不过多跟少哈。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排碳量降到最低的话，那就是积沙成塔，到尾呢应用的就是就大的哈。对咱整个的这个环境，尤其是对我们的地球，那么多好因因固固哈，那我们可以永续啦哈。那么就是讲哈，咱今晚在讲低碳的这个示范校园嘛哈。什么叫做低碳的示范校园？然后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成果，我们的这些内容是，行不行嘛？请局长跟咱分享一下，好不好？台南市真的起步蛮早的，是像我们中心学校就开始在推了。那我们每一年为了要鼓励各个学校，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有设定了5项的这个认证的一个标章，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这个示范校园的认证，最后来讲就是5个都拿到，这是就示范学校，所以像我们那个太阳国小哈，他们就在push各个学校能够最后拿到这个。你看它这一个标章，它里面呢有5个图，它代表意义，像这个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节能、节电，对不对？对。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循环，所以如果你是永续的那个校园，基本上它是一个循环再利用。我说要共6讲，对，它把一些这个废弃的椅子啦，甚至他们校车，把它再整理一下，也可以再利用。那基本上都是。循环再利用资源呢，再利用的概念啊。如果你是可以做得到符合指标，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认证的这个标章。然后这个是永续的概念这个永续的校园。那永续的校园就是能够永续发展的概念这个目前也是这个联合它的 SDGs 他们现在所强调的这个方向有17项指标这个基本上是节水。这个水嘛就是节水这个是低碳效应的低碳效应，所以总共有5个这个标章5个标章呢，你可以分别呢提出申请。我们的台南的做法跟其他不大一样，我们是你提出就你学校的特色条件，然后就去盘点一下然后你就提出申请我已经做到了，那我就经过评审的审核那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标章。那其他有些人在推的时候是我提一个计划你给我钱，我再开始来做，这是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连推动这个我们这个学校都不要花大钱。那我们认证的标准呢？我们认证标准，我们就是由学者专家，还有我们参考国内国外那一些对于永续或是低碳的一个环境他在检视的那指标那分别每一个认证指标对我们，比如说节电你要做到什么那你在这个省水你能做到什么？那基本上你就经过审核，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认证标章。那5个都拿到了，你就是示范学校。那现在有几个示范学校？我们的部分呢，目前已经有29个学校已经拿到了。就是要把它推广到全市。他们就示范学校，所以他们当然可以去辅导协助其他的学校。希望说我们全台南市每一个学校都可以当给这5个标章。对，所以我们去台南市总共有271所学校，目前大概已经有200多所的学校都已经多少拿到一些认证标章，就是说有的只有拿到单一的啦。对，我们是尽量辅导他们，每一个标章都能够拿到。4年内能够拿到。所以那泰康国小就是5个标章都有了，是示范学校。对，我们现在在申请第2次的那个示范，因为它有个有效期限是4年。是。那么就是讲。基本上要请咱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过程你们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呐也有很多的可能困难吧
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哈，让我们很多家长来看嘛哈。咱除了讲当学校教育囡仔，互囡仔等于家家长哈，囡仔会当等于做小老师嘛哈。啊，咱嘛是在当地这个所在哈，分享我们的家长，我们那个家长哈，直接从校长的这个口中去做一些节能减碳。好，那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其实太阳国小当时申请低碳示范校园，我们是分2个年度来进行哈。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是被指定还是自己想？我们是承办学校，那当然是说这个制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先来针对这些指标来尝试嘛。那当然我们自己不是审查委员，我们是请专家学者，然后那个 NGO 的组织代表，好，然后还有那个环境辅导团的那个教授们，他们来评审。那其实，这个制度哈，我们就讲2个观念。第一个，免钱的最珍贵啊。第二个，第二珍贵的，它要花很多钱。好，所以像刚局长有提到说，这个我们算是一种荣誉制度。那么我们要实现台南市的低碳城市，但被教囡仔讲要安怎做一个低碳的未来公民。那这个口号之外，我们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所以像在节电节水的时候呢，在学校端我们就是会教，我们当然是就是要去看我们的水电的管线。好，那教小朋友回到家里面，注意家里面的水费、电费单。好，对。那像在对。是，所以像有个学校像那个新泰国小，他们在107年的时候，他们就参加经济部能源局办的这个节电比赛那他们的全校的师生家长在那个月他们就节省了5800多度的电，那是在6到9月就是用电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其实小孩子最单纯的啦，你该教现在的吸收什么，而且我们现在从小就扎根把这种环保的教育在他们的身上其实以后他们就变成一种习惯了那容我再继续补充其实像英国它有个研究啦就是说我们光把这个电费单的资讯把它公布出来，好，那在乎的人呢，他就会有个压力说，那我应该要省电。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现在电费单都会说，你们家是附近邻居里面用对最高还是最低的，或者说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增加还是减少。好，所以光是这个制度这个措施，好，我们愿意去看这个资讯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动力去 push 我们去做一些实际上的改变，用一些方法啦。对，所以这个其实它不用花钱。那至于说其他在需要花钱的部分的时候，像我们会把握每一次环境改造的机会，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直流变频的空调，那其实也有直流变频的电扇跟吊扇。对，我真的不知道。对，因为广告没有说，只有校长说。那它的耗电量是一般电扇的1/3。那所以我们就是分年逐期就是逐渐的从各班级开始跟他做一个改善。那像我们知道说以前的教室啊，我们进去一开灯，那全部所有灯都亮。那事实上老师在改作业的时候，他可能只需要1盏台灯或2盏，一盏台灯加一个电灯。所以后来就会辅导各校说，你在装修的时候就是一组灯具，一个开关，一个回路这样去控制。那所以有累积这样很多的一些方法让学生在学校的过程当中每天去行动去实践，变成生活化了。对。就是说，有些小朋友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课程安排在里面。对。我们会不会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小孩子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现在他们学的课程跟我们以前多很多。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因为课程已经做这样咱这个环保教育被那个各个坑里面来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刚好现在我们那个12年国教新课纲的一个在推的方向就是跨领域的整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像那个义载国小，它本身是一个算是几个绿建筑，可是它学生数很多，它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它就是说我把我学校的这些这个符合低碳校园标章的这一些环境设施，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教材，它结合资讯教育，结合平板，教小朋友怎么样去做一个解说教育训练。那小朋友他每天呢在做这样的事情，在教育训练的过程当中，他练久，他内化到他的生活里面去。那所以其实我们那个低碳校园标章里面，它每个都有一个部分，在这个
除了环境的改造或者是资源的盘点之外，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那针对这个项目，学校做了什么样的教育措施？这个是一个这个制度蛮重要的。其实小孩子人家说人之初性本善，咱伫囡仔的时阵开始给教育啊，你要看咱那底下学校内底，每一个囡仔，每一个来自不同的家庭他们呈现出来都不一样。那就是讲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啊，那我们从小就扎根伫这个当中因环保教育囡仔个上单纯的尤其是囡仔等于拢来做小老师我们老师说什么，囡仔上好接啦。我们老师说不可以怎么样我们老师说要怎么样，囡仔而且他就会影响家长影响家长。渐渐的影响到我们的全民那么我会请教咱局长就是讲最近呢好像大概2个礼拜前嘛咱苏贞昌院长他当然开了一个很好的支票出来了哇大家听到拢中欢喜的因为今嘛对了天这热我看那个气象报告写说38、39度真的好热好热真正你若无吹冷气真的很不舒服而且咱在上课的这个当中有时候你看到书，看那部吹冷气拢会嘟咕，想要睡觉那个苏贞昌院长他就说2年内要全面都这个装冷气嘛过了装冷气，好像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又有点冲突呢就是说我们在讲低碳可是很矛盾那个这么热不吹冷气也是很不舒服但是咱若是吹冷气落去，你也想看嘛，咱的教室。一个好几十个教室嘛全台湾几啊千台迄个冷气哇开始一起转动那么它排放出来的碳又更多了。那这个我们有没有什么阴影？有没有先想到这个？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其实装冷气大概也不是只有今年才去关注了，好像是从这个。前年嘛，选举期间就很多的候选人就开始喊口号，要全面装冷气。对。在这一个家装里面，当然，家长或使用者，他们当然是很开心、很欢迎，因为这对他的孩子在学校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学习环境，他们一定是非常赞同。可是就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那装了冷气基本上是一定要钱，因为要有电力。大家本来讲说买冷气就好，其实不是对，因为我们学校建筑后续有新有旧，就比较早期的建筑的话，就好像我们家里一样，它线路了，弄做卸掉。如果你来蒸尾掉，它负荷不了，会发生那个火灾。所以这个部分要有电力系统改善，各爱有冷气配套措施的经费。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它可能对环境的影响，所以有些环保的团体他们觉得说都装冷气了，是不是真的有它的必要性？他说在议会呢。这次也有议员在问他说：“局长，你觉得装冷气重不重要？”我说是重要跟其他比较，我说如果就排序来看，我们有限的资源，要放来提升学生的、改善学生的学习品质的优先来讲，它不一定是最有了这个我有听到你说对，但是现在就会来 OK， 那因为地方财政是有限的情况下，其实台南原来苏院长还没有宣布之前，其实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来降低我们学生上课的环境，它的温度，所以我们台南市长非常重视绿能的政策，所以我们几乎台南市整个教室的最顶楼都已经太阳能光电板。那你看，一方面又能够太阳能光电的发电，这是干净能源那另外一个它又可以降温，因为顶楼嘛，装了之后就会降温，然后再来又防水，因为顶楼的时候常常漏水，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有它的效能。另外，我们是鼓励各学校呢都种一些树木，然后窗户让它打开，然后有西晒的，我们想办法去给它就是降低那个太阳直射增加的温度。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透过这些技术克服了，对，来降低孩子的那个上课的这个环境，让它舒适。好，可是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因为是行政已经要挹注嘛，那我们不能够说我们都不装那我们当然也要想办法去装，但装的过程里面呢，基本上我们也要考虑到装设啦，那么势必呢也会造成排碳。可是真的装呢，我们怎么样在装已经有冷气的这样的教室里面，让它的耗能够再降低？所以我们要想说，两全其美了因为它已经要装了事实上它就一定会对环境造成增加那个碳的排放嘛，这是一定的，温室效应也会增加。
可是它既然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在施作过程当中如何来减少能源的耗损，所以我们会从这个部分同仁开始在做规划。比如说我们教室本来就有盘扇啊，你冷气一开，风扇一搭配，因为它的耗电比较低，也许就可以让室内温度呢比较降低。然后再来，我们可能使用的时间，也要把它控制，不要吹整天的。对，不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做怎么样的处理然后再来可能在一些环境的设施，刚刚讲的，可能是西晒的，或是冷气机装的地方，也许如果有一些遮阴或怎样，它进来它耗的那个能量，说不定温度降低，但是它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会用变频的方式嘛，也许我们用变频的，那它就会调控温度，等等这一些施作的作为，我们泰康未来他们就团队就会去帮忙做你们已经先做这个方面的准备，那也许提供一些建议，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我们低碳城市，大家都在吹冷气，可是你都很耗能，我们台南市特别不耗能。我要再补充一下，其实台南市这样子低碳的城市、低碳校园的施作的结果，我们单单去年一整年我们的耗电量大概是节电大概节电了30%，这非常可观将近1/3的节电然后我们的水啊，节水，我们节水，我们现在统计我们每一天平均全台南市中小学的使用的水大概一天28公升。那经济部它统计全台湾各县市国中平均是35公升，国小38公升，那差很多呢。所以我们台南市相对来讲是节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观。所以我们确实是很落实。那刚刚校长其实有谈到了，其实孩子里面呢，他是这个吸收能力非常强，对，所以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提醒孩子，我们校园里面的生活教育，从小对我们教出他，你这样子做跟另外那样做的话，换句话做，或换个方式来做，会更节省，那他就知道了，所以他观念有了。做法点点滴滴，他也知道了。他回家之后，他同样情境也可以应用。其实这个就是新课纲的精神，叫做情境化教育。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这些学校他们在审的过程当中，就很多学校都是这样。所以咱院长开的这个机票，我们这个市政府，咱教育底下已经做好要应用啊哈。那么就是讲未来啦我们还有一些愿景嘛跟咱乡亲来分享一下吧。不过我想，我们台南市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那也有很完整的寻求变成一个低碳城市那我们学校里面呢，就是低碳示范校园这样的一个鼓励机制了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让我们校园呢。最好是每一个学校都变成是示范的一个学校那刚刚提到了，我们大概台南市呢271所学校那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参与了。对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发出的认证呢，大概有370面的那个认证标章那当然5个都拿到了，这真的不容易。我们已经也有29校这相当不容易。不过无论他是不是真的拿到这5项，如果其中的1、2项，你说节电节水，还有一些那个低碳，他们也能够拿到，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一步一步来了。对，那我在想说，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一定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未来来讲会持续去努力那当然。未来还有一些全面性的政策的部分，包括食育啦，能源教育啊，甚至结合那个联合国那个永续发展的目标，其中的这个永续发展有17项指标，我们会请同仁再去做盘点，那或许我们未来把它纳入我们台南市未来努力的目标，跟着全世界。追求的目标来做，那我们优先达标，那这个当然是我们的愿景跟理想的目标。对，今天讲好这低碳的示范校园希望讲从这个示范校园来在点线面扩展到我们全台南市甚至我们全台湾嘛从小扎根囡仔去应用到咱的家长，然后呢影响到我们全社会这个。公民拢对着咱的这个地区有一寡贡献啦那么今天咱感谢咱局长还有校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是万万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来咱向前行，下次见。